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Man 哥音樂頻道，我係澳洲 Man 哥。今日我哋要講關於 Gigi 嘅兩個好消息。唔好意思，首先道歉，啱啱感冒完咗，咁趕住出條片，恭喜啊 Gigi，把聲就有啲沙，唔好意思。開始前請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呢個係新頻道，多謝支持，感激不盡。好啦，第一個令所有資源粉都興奮嘅消息，就係 Gigi 新歌《Colours in the Air》推出唔夠一星期 ，YouTube 觀看次數已經突破100萬，仲要同時登上 YouTube 熱門音樂同熱門音樂影片兩個排行榜嘅第一位。冇錯啦，100萬啊，雙榜冠軍，唔夠一星期。呢個成績對於任何歌手嚟講都係一個里程碑。Gigi 喺5月8日推出新歌，截止到5月16日唔夠一個星期 ，YouTube 觀看次數已經突破107萬。呢個數字代表咩？代表平均每日有超過15萬人喺 YouTube 睇呢個 MV， 而且仲只係其中一個平台啫。更重要嘅係，呢首歌同時登上咗 YouTube 熱門音樂同熱門音樂影片兩個排行榜嘅第一位。大家要知道 YouTube 嘅熱門排行榜係根據觀看次數、觀看時間嘅長短、互動率呢咁嘅綜合因素計算，能夠登上榜首，證明咗呢首歌唔單止多人睇，亦都仲多人由頭睇到尾，多人留言、多人分享。Gigi 粉絲後援會響社交平台公佈喜訊，寫住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恭喜 Gigi 新歌不足一星期便登上 YouTube 熱門音樂及熱門音樂影片第一位，同時恭喜 YouTube 觀看次數正式衝破100萬。好多人都知道我呢個頻道好中意分析 Gigi 嘅天花板唱功。關於 Colours in the Air， 我都想再講下。雖然呢隻歌係旋律活潑、節奏明快， Gigi 嘅 storytelling 講故仔都做得好好。佢唱法跳皮之餘，佢用不同嘅發音方式輕重，將嗰個故仔好正面、好勵志咁樣嘅信息講出嚟。我好中意佢 chorus Colours in the Air 嗰個 air 字嘅和音，係畫龍點睛，俾首歌個 punch 活力，百聽不厭，上口得嚟又唔俗套。第二個好消息就係呢個月嘅31號 ，Gigi 會出席長沙草莓音樂節。冇錯。呢次唔係佛山延期嗰次，而係真真正正落實咗嘅大型音樂會演出。同場嘅有邊個？係陳綺貞、徐佳瑩、龔琳羅、周柏豪、AGA， 全部都係樂壇嘅重量級人物。Gigi 能夠企喺呢個舞台，證明咗佢嘅實力同人氣，已經得到內地樂壇嘅肯定。草莓音樂節係內地最具影響力嘅青年音樂文化品牌之一。由摩登天空創辦，每年喺全國多個城市舉辦。佢嘅特色係陣容多元化，由搖滾、民謠、流行到電子，涵蓋唔同類型嘅音樂人。2026年長沙草莓音樂節響5月30日至到31日就會舉行，地點係長沙國際會展中心南廣場。呢個場地可以容納幾萬人，係一個大型嘅戶外演出場地。今次演出嘅陣容強勁， Gigi 參與其中，本身已經係響內地樂壇號召力嘅一個肯定。官方介紹將 Gigi 同 AGA、周柏豪一齊列為傳遞港樂魅力嘅代表。呢個定位好清晰， Gigi 已經係香港樂壇新一代嘅其中一面旗幟。草莓音樂係大型戶外音樂節，觀眾容量數萬人，同紅館室內演唱會好唔同。戶外演唱要應付天氣、音響、現場氣氛呢啲變數。我個人特別中意戶外音樂嘅氣氛。Gigi 可以藉住呢個機會累積寶貴嘅大型戶外演出經驗。歷年草莓音樂節
喺香港、內地嘅知名歌手有好多參加，譬如咧楊千嬅啦、周柏豪啦、陳柏宇、曾比特。2023年5月3日，東莞超級草莓音樂節被樂迷形容為係大灣區過年。當日係粵語日，楊千嬅壓軸登場。楊千嬅仲喺台上面講：雖然我係第一次喺東莞公開演出，但呢度係我媽嘅鄉下，因此我對呢度好有親切感。周柏豪呢，作為東莞仔，彈住吉他唱《天光》、唱《夠鐘》，仲喺台上面熱情推介家鄉東莞，錫晒你。咁另外呢，仲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參加過，有陳冠希、方大同，另外啊仲有竇唯、蔡琴啊，仲係歷屆都有參加嘅。另外有唱作人、人氣歌手華晨宇、毛不易，所以呢個係相當有份量嘅音樂會。好啦，最後呢，大家唔好唔記得支持7月嘅陳輝陽作品演唱會，同歌神 Eason 歌后 Joey 合體。支持嘅盛事一件接一件，真係好興奮。Man 哥喺呢度繼續支持，記得留言分享你最期待支持佢唱邊首歌。請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